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妍牧师。6月16日，主的爱如今。经文记载在路得记2章17到20节，祷告的金句记载在2章20节，路得记2章20节。拿俄美说，愿上主赐福给波阿斯，上主始终对活着和死了的人信实仁慈。拿俄美又解释说，那个人是我们的至亲，有义务照顾我们。我们有没有觉得中文字很奇妙呢？就痛快跟痛苦我们来看，好像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情绪两端，但都同样有一个痛字。咦，这很奇怪，不是吗？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常言不是道说，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，痛苦理所当然是我们想避免的，不是吗？但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经验，何以我们会喜欢看恐怖片的情节？越紧张我们的精神越振奋。失恋的歌曲越悲伤，我们情绪越平静呢？运动的重训时，肌肉越酸痛，心里就越爽快。我们知道，如果爬100岳的人那山路越险峻，登山者越是着迷如果你都没有这些的经验，那么或许可以问问有养儿育女的人，就知道这过程真的是辛苦，催人老去但却是甜美的负担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其实痛苦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痛苦或许我们不想面对，但昨天我们经文讲到，当我们遇见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这一位无限能力的主，比我们更大能力，而且是爱我们的主。透过痛苦，他像这个播音器，他像这个所谓的扩音器，把他的爱向我们扩大，向我们宣告。我们也因着听见他的宣告呼召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位神确实爱我们。我们也透过痛苦，我们可以这个肾上腺让我们硬起来，让我们真的是勇往直前。那么痛苦还有另外一个，音乐牧师觉得这是更重要，使我们的命运改变所必要的条件，就是我们可以及时回转。或许如果我们的命运改变只停留在我们昨天的阶段，蒙受恩惠，那么我们恐怕痛过之后，苦过之后，完全忘记这一位曾经帮助我们的主，那么我们的命运恐怕翻来翻去，像一条鱼翻来翻去，终究这个鱼被翻烂了。我们不希望，我们真的希望是咸鱼翻身，然后我们就 V 型向上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上来成长。那么很重要，命运改变很关键的，很必要的，就是我们要及时回转。痛苦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吓阻，使我们再往下，使我们在那个想要继续重复犯同样的错的时候，可以吓阻我们，而且我们真的被主的爱充满，以致我们可以回转，转身，停止我们的恶，转身归向这位爱我们的主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2章17节这样说，路得就这样在田里捡麦穗，直到傍晚。他把捡来的麦穗打了出来，差不多有1篓。
她把打好的麦子带回城里给婆婆看，又把留下来的食物给婆婆吃。拿俄美问她：你今天从哪里捡来这么多的麦穗呢？你在谁家的田里工作呢？愿上帝赐福给关爱你的那个人。路德就告诉婆婆，他是在波阿斯的田里工作。拿俄米说：愿上主赐福给波阿斯，上主始终对活着和死的人信实仁慈。拿俄米又解释说，那个人是我们的至亲，有义务照顾我们。我们有看到拿俄米的改变吗？在第1章的时候，拿俄米还在埋怨的语言中，我们看到他心里其实被困住了，被穷困住了。那时候他还说什么，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，你们要叫我玛拉，因为拿俄米自命很苦啊，她是苦命的人，失去了挚爱的丈夫跟2个儿子，让她觉得前途一片黑暗。虽然她知道一时知道悔改，从移民的摩押地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是上帝应许之地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6月11日一开始，我们看到拿俄米其实沉溺在自己的哀伤，他并没有想到其实路德的悲惨并不下于他，他看不见这个外邦所谓的新住民的媳妇路德对他的好，以及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需要他指点跟帮助这个新住民路德。但我们看到路德仍然在困境中积极面对，首要的至少他要能够去省察，看到自己正视那个现况是什么，也就是我们第1天6月11日说的命运改变的起步，至少我们要正视那个现况啊。于是路德就提出来，虽然人生地不熟，他勇敢地说，容我往田间去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命运要被改变，一步一步的今天走向了必要的，要及时来回转。我们看到这一路上，从6月11到今天，我们所读的其实它只是这一天发生的事情，但命运的改变却是经过一个旅程，起步正是现况，神的介入，救赎的福音，延展使命，蒙受恩惠。到今天我们看到拿俄米及时回转，从哪里看到呢？原来他的埋怨说他自己苦命啊，到今天拿俄米竟然赞美了，愿上主赐福给拿俄米。然后他说，上主始终对活着和死的人信实仁慈啊，活着跟死的人信实仁慈，唯有上主是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的。当我们开口来赞美神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我们命运改变就真的是在此时此刻咯。我们一起来被神的爱来触摸好吗？因为我们的主，这一位主，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，主的爱如今围绕我们，充满我们的深处，使我们里面那个伤痕得着医治。我们一起来享受主的爱如今。
如今围绕，充满我的心，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，求你来医治。主的爱如今围绕，充满我的心，深处我心中悲伤，叹息已经离去，破碎的伤痕，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，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。大能的爱围绕我，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。主的爱使我们身心灵得到完全的医治。我们来默想，痛苦除了贺主使人回头回转之外，对我们而言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深深知道我们内心深处那个痛苦，甚至已经麻痹无法感受到痛的自己，主你都了解。你的爱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完全得医治。恳求您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命运被转变、被改变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在你的爱中，我们也活出主你的爱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活出神的爱，我们有了新的开始。我们明天见。